逸翔过去始终以杀蛇为演出主要内容，曾被批了无新意。前女友白白也认为他在事业上无突破，不放心结婚，决定分手。在节目《小明星大跟班》的过年单元中，逸翔与阿虎、卡古共同表演。由卡古扮演刘德华唱歌后，介绍自己的天使出场。逸翔出场时说自己是大家好，我是 Angel 孙安佐，当下2位主持人都笑了出来。接着逸翔又说今天来这边就是想把这里给炸了，意思是说想把现场气氛给炸了，气氛顿时变得有些尴尬。他继续表演，下来想要做的事情是在市政府开跨年演唱会，这样我就能把那里给炸了。镜头再度转向吴宗宪，只见他仍露出笑容，但一旁的 Sandy 则是满脸尴尬。虽然如此，吴宗宪仍在最后鼓励逸翔，永远不要失掉这个热情。人家看我们觉得不好笑，我们努力去搞笑，搞到让大家觉得感动了。